睇到呢張封面，你可能會覺得我講笑，但係佢就係我幫獨居長輩設計嘅隱形保鏢系統。因為傳統嘅攝像頭成日俾人嘅感覺就係監察而唔係守護，下邊就係我做到無感守護嘅3套簡單指令，大家記得收藏。買咗設備跟住 set 就可以啦。第一條，起身防跌倒模式，老人家最驚黑嘛。我個 set up 好簡單，如果床邊有人睇傳感器 check 到有人喐，就開網關夜燈。但係重點嚟啦，燈光亮度要 set 到10%，色溫要暖，太光反而會刺激到眼睛，增加跌倒嘅危險。第二條，最重要嘅係靜止屏保，萬一跌親冇人知點算。我個邏輯係，如果成間屋嘅傳感器喺24小時內冇任何活動信息，就執行最高級嘅警報 AVP 彈窗打電話提醒，呢個真係保命嘅邏輯嚟㗎。第三條，溫情嘅日常監測，邊個話傳感器淨係可以黐喺門口上邊？我將佢黐喺藥箱同埋雪櫃上邊，我唔使問，透過後台記錄就可以知道屋企人今日有冇按時食藥，有冇正常打開雪櫃。呢個就係對私隱嘅最好尊重。我哋目標好簡單，用最少嘅投入換嚟最大嘅安心。你覺得呢個方案點樣？仲有冇獨居老人嘅神奇 set up？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。